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咧，我是想要来开讲一个，毋是唱歌啦。今仔日我要来讲的代志，就讲台湾话即个文化价值是啥物咧？我感觉伫台湾，我就听到有真侪人讲，台湾话敢若是无想到即个教育的人才会讲，也是讲台湾话本来就无啥的，都无文理即款的话我甲你讲我若听到即款的话，我拢听甲足无欢喜的，你袂爽就对啦。我甲你讲虽然我着一定爱讲的是讲我台湾话无好啦，你若听我讲话，你就知啦。这是无毋对的。其实我嘛无遐尼认真伫咧学台湾话啦，敢若是有一寡兴趣我的人即马嘛伫美国啦所以讲代志就是安尼啦。我袂晓讲但是我的人感觉讲即个语言真的是足水的，真的是足有即个文化价值。我安尼讲，我毋知讲啊对无啦，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讲，我的台湾话讲无好啦，所以讲，就是毋知逐个人听有无啦。但是我希望讲台湾人会当熟悉讲台湾话即个语言是足水的毋是啥物无想到教育的人才会讲的话，也是安怎？真的是有即个文化价值，是应该爱一直传落去的物件感谢收看，今仔日就安尼尔。